哎，对啦，这样事啊，为到点图的生意啊，想要降低成本，不过点图的半成品哦，越来越多咧，还就想啊，做嘛个哦，爱买按度的东西啊，佢本来嘅土产哦，真紧做唔得哦。也还要讲也调系咪？啊，用送来主持公讨，我要调整过面粉的品质冇？冇。既然当然，王太为面粉稀太价，系唔用得为黑成本的东西，根本就奈唔好啊！哎，错啦，你啊讲的冇错啦。唔好讲啊啦，一下讲哦，调钱嘅事情哦，冇乜嘅意思啦。冇嘛嘅意思，冇嘛答对未？咁样嘅怎有答对？我生细就底下点行做事，为到做啲照顾家庭，唔拖高中拖高职，为到结婚书咩冇拖嘅，一直做到今呢。帮老外讲，样嘅怎有答对？灰色嘅炊烟，小暖的天际线，平静的一年秋天，给路红给茶叶，落路乃是田野，唔多比嘅，有個幾下嘅。來來去去嘅鬧熱，順灑現轉消散嘅時間，思念一遍一遍，有深有淺，難有你在身邊。阿勇啊，还有技工的冇负责任冇？我说唔免安尼想啊，唔免知道阿有对唔起你系咪？莫讲你啦，我咪对唔起你呀。你对你嘅关心哦唔啦，总知道佢系太子，有能力负责任，佢说老虎卡所有嘅事情哦，都条条本佢啊。不过，你根本冇应该按样做。哎，对不起你。
爸，也记昨夜点拄位师傅的，唔敢有看。红用做得唔看，唔迄也跟点咩调价呢？也少啊，迄阿用拢会记的啊，冇问题啊。嘛该冇问题，就冇赚钱了。唔知点对理顺唔好么？很生理按好呢，前沙穿按少，也冇合理啊。唔知好吧？啊，唔定用唔想办法解决咯，人做得调整家事啊。做唔得起家，因下是人嘅东西4、5年嘞，就是因为人嘅东西好势又冇起家，做唔得改啊。爸，人某较无钱嘞，你都同你7万银钱，唔投资给某个买摕，拄后来嘅钱要拿出来了啊，就剩一件店、一件屋，还有市场附近嘅小摊的天天，一丝丝的利润哦，人规屋扛赢哦，我用会过啊。唔讲话吼，今日就讨人家听了。让下面份嘅成本按过，挨去前批嘅门槛啊！面粉做唔得完，黄超咪做唔得完，点对位荞米哦做唔得变啊！你讲啊，反正材料啊，你行一定试会出来啊！哦，材料成本讲唔得，这就讲隐私咯。很少人家真姐哦，唔是来上班嘞，人去家做。做唔得，比2、3天等人一个点按久呢，我做唔得自己的头路。哎呀，做唔得，佢做唔得，佢爱用嘅啊！冇，论边老慢条唔系招牌啊，出就用班成品。上地位材料让零食嘅成本咯，做得冇？后夫听来看啊，听讲天之后，国公啊。哦，我转来咧。哦，细棍转来了。嗯，你伫做嘛个？
爱啲煮泡面夹挑嫩啊，泡面夹条呢？哦，地狱料理实验哦。蛇姑，你这就不懂吃了啦，也是俺妈妈嘅独家做法。尤其啊，根本你嘅挑嫩真嘅当好食，加起来一听独赞。嗯哼。你会吃吗？ Let me think about it. Thank you. 啊，嗰啲辣椒、胡椒一定很加針。做唔得啦，你莫买嘅东西都加辣椒好冇？做得啦，哎，唔講唔啲，nhà Thái姑條擺會唔會煮宵夜本來是呢？冇上连宵夜咩煮三菜一湯。都我吧，佢就係看平常都有物解就煮物解啊。哦，煮嘅咩都好食。哦，唔過我清中意嘅係喺九層板。我試過平嘅，一層一層會切做菱形嘅種，好冇？啊，唔嘅9層半全會加辣椒。當然唔會，唔過我係會加凍到碰糖。喂，韓國我喺9層半唔係菱形嘅，係圓圓嘅。做埋係鹽嘅啊？係圓圓嘅凍 Q 啊！哦，一講一油，一般平常都有物解。我食屎。喂，喂，小叔，我妈有回去你那边吗？冇呢，泰國還冇轉去哦。那太公用咧？泰國老阿公嚴格，離家出走咧，都一下都還冇轉。蘇浩啊，你聯絡唔到人未啊？好啊，佢都冇10天花，之前咩無可無變呢？嘅唔甘啲，佢平常時會去哪啊？佢平常會去社條賣東西嘅所在人都聽過咧，不過我媽平常有一半嘅時間都喺店度，佢還會走去那邊啦。有問過其他人冇？有啊，我家出去問淑芳阿姨咩打電話本佢，平常有聯絡嘅朋友，不過佢哋都講冇呢。你知啊？有，聽佢出問佢咧啊！哇，還有其他線索啊？我冇咧啦，謝阿姨唔該靠捱啦，有咩懂笑呢？ OK，好，拜拜。喂，爸，係誰啊？還忙聲哦。外地偏瘦，廿幾片用安草。哦，歹勢啦，嘿。用誒，媽嘅事情哦。媽媽根本有勞你聯絡嗎？沒有啊，你媽沒有不得已不會找我。你用啥？嚴格了。哎呦，算你啦，啊，總講哦，佢見到離家出走咧，我一下都請唔到佢呢。離家出走？佢竟然表現到點度嘅事情哦，實在冇想到。我要迄本佢嚇到了，冇想到佢哦，真係會走脫呢。放心啦，等下面唔見咧，佢就會轉咧。真嘅哦，我懂笑呢。真嘅。廿尾記啊，一世人都冇可能表面挑恁點唔慣，過等一下，佢就會轉咧。好啦，我轉一點啦。好啦，大家轉意啊。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，多声后。
你妈妈有转无？还忙呢。唔得呢。妈，安怎？安怎？风风拍呢？好嘞。阿门。拜拜。拜拜。小叔，我出嚟讀書冇？做記啲當然會上啊，唔過唔係一下。一下唔好，我個咩要等好嘅大學再嚟讀啊。發生乜嘅事情係，都乜解會出軌啦？人做唔得大啲呀？係喺同泰國嘅事情有關。唔係啦，我就份見成份嚟讀書未當好啊。啱係咩係嗰種畢業生嚟台灣嘅？嘅學測會用㗎啥？還會考冇？出軌會重新讀高中考太好個，還係等來考太好，將來結聽好冇？真講啦，唔家嘅去上課咧，冇乜問到。聲音呢？哎，太姑，你用啲啊？唔錯本你冇做來，我同蘇漢東少呢？我一太嘅人呢，而你也就生人嚟俾我食，啊，做唔菜埋片嘅，第一好角色。安子說，跟人家還會去哪啊？聽到嘅事，終於睡夢啦。太姑。係講唔想講心事，講煩惱，咪做得情愛哦。烏卡嘅條牛家家嘅事情唔是唔少，專心讀書，好好準備考試就好。哦，錄好聲音哦，聽咗你哦，哦。我啲烏卡門口讀到太久咧。佢講會轉去咧。媽，下禮拜冇個打唔見嘅啦，安尼哦。好硬，食唔落飯，睡唔落覺，佢暗部都啲想呢，想到屙屎哦，唔出咯。哎呀，屙屎屙唔出，一食藥嘅啦。我又唔係硬朋友，佢樣不想嚟做嘛？冇啲係時候我嗌睡夢。哦媽，按叫冇看到，
都冇想人嗌同相處以後，應該咪同相嗌好。哎呀，我捧你啦！哎呀，你去食酒啦，你做紅啦，冇吵我。好啦，佢去眠床上睡啦。哎呦，你走啦！Gần đây mùa cạn lại bắt đầu rồi nha.最近流感就开始流行了哈，提嚟咳嚟，mọi người đi chích ngừa。区公所要提醒大家记得去打流感疫苗，为了保护自己，也是保护他人哦。来来来，哎呦，咖啡來咯！哦喲，很香呢。阿兄爸，一屋嘅哦，前幾年喺有年來降價啦。我嗰期嘅意思係講哦，想留跳鏈頂強下，鬼都會買下來呢。你老爺阿嬸爸講冇？當然冇啊，就貼本人係舊底嘅。你有乜嘅小事都天都不想讓你講嘅。係咩？雖然按多咖啡哦，按用做哦就冇咁錯嘅啦。按自說啦。不過是講啦哦。阿個一下用家生哦。阿個私家老佢講會買佢哦。你上課呢？不用去做啦嚇。好啦，唔上課用去做，再過人嚟講。所以啊，都睇到。坐，來搶一次咖啡啦啊！啱好，今日咖啡動向呢。坐，老係看下想辦法啦啊！媽嘅辦法吧。所以，明英，唔有我嚟入邊，來富貴老姜係冇？唔係啦，你等等嚟潛呢。潛蟻？係啊，阿媽嘅事情啊，錯。爸，唔知媽媽有發工唔冇？哎弟，現裝進時嘅時間哦，讓媽媽有頭條嘅我愛我，讓媽媽有頭條嘅中意愛我。傻屁咧！你看，那種正面嘅人物照哦，就很乖乖坐定俾媽媽畫嘅啊。還有哦，讓媽媽哦，有我個愛哦，做頭領嘅樣嘅喲。真嘅？我來試。你都吃藥哦？哪來種？唔是啦，係自家來啦。哦。我唔是偷呢，你去考試就好了。試試看啊！旅行哦，要博嘅哦，總係講哦，佢店主嘅條領哦，係咪是變了？係可能哦，老闆送嘅條嘅哦，係品質哦，冇乜嘅問題啦。旅行呢幾哦，嘅什麼人係通用案例哦，你試看看啦，看咪是樣嘅，啊？有咧，係咪
太小了。你是哦，从细哦，4条呢哦，加米奶粉哦，佢无中意迄挑破的米太重哦，爱调嘞，你试看看哦。有诶，米是冻好，调米要冻拄好，冻好。对啊，假会死痛啦。我一煲的吼是较甜啦。你是买迄个？试看看。因为呢，无中药吼，好吃，多好吃。你是呢什么老人中药案例哦？阿玲啊，莫活太久啊，多多爱食困。爸，你看清楚，係你醒，唔係媽媽。你心態咧，一聽老人強用按講啊，阿玲，你一聽會看到你先結婚啊，好啦，來，多多歇困啊，好好歇困，身體就會越來越好啊。冇問題嘅，一定會冇事情嘅。阿麗，有愛啊，放心啊。係你醒，係似你醒，沒媽媽，不用哭，不用哭，外公老人不用哭，黑掉音了，有错什么？我係萬英，是你醒啊？我想是9/8。你做的做不爱事吗？哎，老板，哎，这个之前一样哈，3包油条。好。好。哎，記得後禮拜啊，哈。好，謝謝哦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老板，所以就是比之前再多1包嘛，哈。对，麻烦你哦。没问题，谢谢哦。好，不会。哎。
安你呀？哎，嗰种系拜六4包，拜一到拜五3包，错吗？哎，错，记得数哦。好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哈。好，再见了，再见。喂，小哥，嘿，又开始做油条的啦，歹势啦，要报个吼聊下久啦。古总就靠听哈，明月孤听5包嘛哈，好，没问题，听说准时送，好，好。大家好早！糖豆我嘅生哦，煮啲用几只菜丝葱油添咧，无唔对，有电啊啦！啊，今晡日就算嘅停电危机哦，实在阿妹爱哦。希望大家哦，无本咩都冇干冇晒啦，哈！阿咪姐，按姿势哦。会啦。咖啡哦，差不多好咧。好嘞。李二姐，要叫我洗一杯嘛？好啊，有乜嘅好食咧？你点都冇嘅做好食啦。哦，谁来啊？好啊。哟，阿咪姐，5點後唔是做生意哦，當然都樣哦。啊，有開啦，我有下次記個號碼掉喺門前啊，銀行吼想我算錢就會打電話俾我咧。我因為3年啲店都未冇洗好，早就過來請。請阿勇是隔壁的呀。哦。咁阿勇送咯，我冇看到嘅。哦，佢就算要來一下呀，3點要同佢阿新伯出去嘅。嚇？攞阿伯出去？嗯。幾多錢啊？唔定嘅。哦。亚比。哦。用嚟買鹽的哦。奇怪呢。還記得係亞比呢。哦。你好，歡迎光臨。哦。裡面都可以坐哦。范先，請問一下哦，你們這個店哦，以前是不是那個賣黑糖的呀？賣黑糖的，我不清楚哎，你是不是找錯地方了？啊，謝謝。不會。我就講咩，你記唔錯嘅啦。哎呀，係啲咧，講錯啲笑話。唔過呢，點佢哋呀，係記得。哦，記得。你天天想哦，其他去研究嘅當然咧，我想會識量嘅啦。來啊！我就老你講哦，你想去買無糖做9成半，你老李講一聲，佢會退數老你聽啊，做乜嘅還是佢走出來請咯。你喊啲時候你看你嘅事情哦，唉，你得會兩隻牙誒，佢看你哦，唔會看佢久呢。愛啲啦，係可以想出來老嘅。孫生買唔同，天做唔得哦。做得，青菜你講哈。小姐，還沒來啊？來啦。謝謝。什麼啊？好食，好食。阿勇啊，唐公哦，有失智症哦，某個事情哦，都唔記得呢。喜歡啲
世界的世界度呢？咁老了你想样啊？明明唔记得梧桐店开进来，还坚持讲，我记得，我记得。哦，迄个话都唱唔落去啦。哎，都讲还记得咩？好，你记得，你就会按样啦。那什么的切开世界度啊？讲真经的啦，别有失智症哦，头脑啊就会唔清楚了。别书局哦就会唔谈话，行路哦就会做唔对呢。哎呦，给喊做啦，小人多做嘛干咯。哎，当然爱想咯，哎打算哦好好面对啦。怎样面对？哎，超前部署，提前规划啊，很倾向时哦，做啊，想爱做的事情啊。哎，上铺洗好了。喂。哦。啊，我嚟聽數物解。也建議吼，我做油條嚟賣，也下先撈攞油條做起來。面團必發，聽我5點開始做，過去送貨。那間店嘅吼，我聽幾道油條，我都記好咧，俺就做多好嘅量就好。哦，面粉我拿出來。全兩下做。係啊，唔是少啦，就是做油條天天唔係開店嘅，俺兩下做就做一樣。喂，阿勇叔，嘛个事情？你呀，我想要問你哦。傳信梧桐店開店來啊？傳信哦，今日喺店嘅書睇了，唔係我買哦，我去新發嘅工廠買啦。我買梧桐做乜嘅？冇乜計啦，我都好想吼，是柬埔寨嘅面試。哦。唔係我買哦，我打電話來聽就好，唔是照過去，而家就田公醫就會送來咧。好。阿姐，我買幾多？買幾多？哦，5件就好咧，5件哈。哦，好啊，今日等下打電話來聽哈。好，什麼嘢啊？安樣就結啦，哦。還梧桐店咧，當叫我做咧，出到冇乜嘅好做。哦，做下吧好嘅啦，見講我老店嘅書睇，唔怕，佢哦冇開店嘅係佢嘅事情，俺去搞我想辦法賺錢。啊，反正唔係冇乜嘅事情我做啊，哦，你就平等挨叫下做油條嚟賣就好咧。其實廣播站嗰邊老藝派咗咁多風霜嘅時團，要多倉啦。經樣係菜咩冇幾多啊？我就繼續簡單做就好，我會讓人聽錢行下好嘅賺錢機會。謝謝姐。小叔，你啲奶恢復唔到呢？我根本日看晚下課，你先一批，我等一下出到。小叔，我出嚟讀書冇？見多山。
切布。爸，总算稳输嘞，跟俺们讲。闷啊！爸，你梦想系嘛个啊？难几多些嘞？那还有乜嘅夢想啊？夢想係後生人哋講嘅啦。哦，做唔得啦，我講真心話呢，做唔得按青菜。錯噶。好啦，我嘅夢想吼，體驗店嘅生意變好，因為我家人，尤其係唔良殺，有行較好嘅生活，也就是我嘅夢想啊。Q， 有油條呢？你要繼續開店嘛？外面唔啲一幾萬鋪嘅。好啦，而家嘅希望行，什麼送嚟進來，拜。好了，拜。哎呀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是徐小叔的家长吗？对，我是他姑姑，我这里是补习班，想请问小叔姑姑，你知道小叔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上数学课吗？他没去哦。没有他也没打电话来请假，手机也没接，所以才想说打来关心一下他是什么原因缺课。哦，好，那我再联络他看看，然后再跟你说，搞不好他已经在路上了，好，那麻烦了，如果需要请假，那再跟我们说哦。好，谢谢你，不好意思哦，拜拜。你要哈迪奈？你老婆有什么事情？愛去解啥？係喺愛捱過去。你用寒芒遮哦？我想用寒芒遮。哦，冇啦。今日借我的時間哦，就談到天發長，就希望講某聽眾你有事情要來天數，就等一下啦。好啦，我去哪？和樂廣場。和樂廣場。哎呦喂，等一下，那還唔夠啦。留意哦。到咧。我看到佢咧，安住先哦。啊。伊三年買故事嘛，愛寫句嘛。真勁啊！款顯顯，咩嚟咧？到底講啊？
俺妹问我爱出国。出国，当好啊。放研究所。你看研究所，佢想要转去越南。越南嘅加工家婆，你希望我到班转去。你唔想去吗？我唔知呢。我爸冇菜咧，佢一天當艱苦，我說想要轉去越南，沒係當正常嘅事情。我真經當上我爸爸。今日會好點點嘅超過成年咯。我要當上佢，咁啲佢頭擺真經做過動到歐巴嘅事情。過1分鐘就開始競標了，緊張了。真嘅唔敢相信，竟然有人會事前去競標線上遊戲嘅破關秘籍老裝備。二次元嘅世界真嘅當神奇呢？唔知啦，等下看就知。開始。阿妹愛，我聽歐巴喎，記得鬧到在搶林志玲嘅寫真集哦。就講唔知咩，名律師嘅乜嘅都有可能。我唔知，異地就好了啊。我下禮拜我靠拍嘅條路來賺錢。賺錢？按做你想去賺錢？做唔得嘿？做得，不過迄個唔愛錢，迄老闆迄樣子套就好誒。佢冇窮樣啊，我要去架村，我想要吃油。你的意思是，你讓他冇吃油啊？唔知嘅安部，也把用競標賺幾多錢？搶係2、3個秘籍裝備，15萬。我家真經動槍呢，錯喎。而且係都是冇暗號聽聽。你18歲了 ，Pretty girl 做得嗎？唔知啦，我講想一下。冇事情啊，聽聽的笑啊。哦。小叔，你今日冇去背書皮，做咩跟上海傳啲小講，下課冇看到人啊？啊，冇問按大人問佢啲哪個去接佢啦？有唐多日太古講的冇，唔夾講啊！唔就有菜小叔外科，帶佢出去也唔講下，我嚇死太搞。我拜託冇帶壞小叔，冇比好多寵愛哦，關心又吃屎。我咁樣嘅咧。我陪小叔去行行啊，就吃屎哦。吃屎哦，
考大学家下，明明就会考到台南的大学，偏偏爱大学了，也意思唔系就系唔想去老母卡听书哈，也唔出事嘿。哦，又要讲头摆个事情哦。我有某事不卡个钱，我还是我起家个钱，那你就会听书了唔系嘿？哦错，唔讲唔老起你起做王牌赚嘅钱，唔老到寄买天路嘅钱系哪来嘅？系老爱家嘅，唔老到唔也到靠起家又随条赚钱哦。哈，唔老到唔会赚钱咧，就做啲老母卡无睇，想爱做嘛嘅就做嘛嘅咩？你做嘛该紧讲我啊？我根本有做错嘛该嘿？你就按老爱哦，你到底系唔爽我某本小说去补习，还系唔爽起家嘅人生按采购啊？那个嘛笑啊哈！你嘅嘛意思啊？我会变到全国还没变到呀？哈！你讲要嘛意思？你讲啊？喂，嘿，爱嘿，客家电视台哦，哦，闹热大擂台哦，嘿，爱会去，嘿，嘛个音乐、服装哦。哦，冇爱用啦，我向后生老人讲啦啊，其他清楚啦啊。哦，然后，家迄讲疗养的嘛个事情啊？疗养的是一个专门在做拍散老4条纹的散肤哦。哦，好啊，我留我个 email 本好冇？SHUAN@gmail.com。好啊，是安尼哦。好，安子西，拜拜。有人哦。迄客家电视台嘅通知啊，我要祝下老人条记得啦。哦，好。好啦，根本人无去上课，迄个嘅唔错，本太个按手，歹势，也行办唔会咧。太古、西古，唔就莫比到爱吵咧。没事情啊。另个唔算嘅钱哈。使啊，尽量使啦。妈。妈。月泪砸半夜，月泪流来一家片，想起老人家。月泪砸半夜，月泪家破带上记，想到离下。小花，柳树含风开，电影上。